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讲，一面天注定，唔是每人脚高行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因读因第一条。古早大字字典解释讲，这个因是新娘的意思，卖当讲是男女结婚的代志，咱讲是婚姻。若是因为婚姻的关系，才会结做亲情，咱讲是姻亲。若是有婚姻的缘分，咱讲是姻缘。姻缘卖当讲是一般的缘分，晚近姻缘。原因这个因的意思，古早字典嘛记录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烟，像讲亲家妈，古早嘛有人讲是烟家妈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姻缘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婚姻的缘分，嘛当讲是咱人和人的姻缘缘分。第二个词读做婚姻，代表因为结婚产生法律上两人有牵手的关系。古早嘛有人讲是做家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较早人讲姻缘天注定，唔是每人脚高行，代表讲婚姻的关系是做好好，会当两人困共枕，较好落水当花心，都爱好好珍惜这个姻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因，另外一个音读做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